如果人類唔再需要為生存掙扎，我哋仲剩低啲咩？上集我哋想象過 AI 實現物資無限嘅理想世界，但歷史上有個著名嘅警告：1972年嘅老鼠烏托邦嗰個實驗證明，當生存壓力消失，群體反而會喪失本能，走向滅絕。當我哋邁向後稀缺時代，呢個究竟係人類進化嘅起點，定係另一場優雅嘅崩潰？AI 嘅介入可唔可以幫我哋打破老鼠嘅宿命？科學家約翰卡爾霍恩打造咗一個老鼠天堂，有無盡嘅嘢食同水，冇天敵。起初人口呈爆炸式增長，但當空間變得擁擠，可怕嘅現象出現咗。雄性老鼠變得極度暴力，或者完全喪失鬥志。雌性老鼠放棄照顧後代，最後出現咗一班被稱為美麗的人嘅老鼠。佢哋每日除咗食、瞓同梳毛，乜都唔做。最終呢個族群喺資源充足嘅情況下徹底滅絕。好多人用老鼠烏托邦預言人類未來，但呢種觀點太表面。我哋要從底層邏輯比較。第一，秩序嘅維護。老鼠崩潰係因為暴力失控，但喺 AI 科技、社會主義 ，AI 唔單止分配資源，佢仲係公平嘅執法者。暴力行為即時被介入，法治變得絕對高效，社會唔會陷入無政府混亂。第二，慾望嘅本質。動物滿足停喺生理層，人類唔同，我哋慾望無窮無盡，物質滿足咗就會追求名譽、創造力、精神升華。第三，空間密度嘅解決。老鼠被困喺固定籠子，密度一高就冇得走，人類可以向外擴張，垂直城市、海上浮島、太空殖民。AI 可以實時監測密度，自動分流，優化空間，讓高密度唔再等於壓力。第四，教育同人口自然調節。老鼠冇教育概念，只會狂生。人類唔同，受教育水平越高，生育率就越低。香港已經係全球生育率最低嘅地方之一。好多女性受教育後會追求事業、自我實現，唔會盲目生仔。喺 AI 社會，教育會更加普及，每個人都可以學到心理健康、情緒管理、人生規劃，人口增長會自然趨平甚至下降，密度問題根本唔會無限惡化。呢個係人類獨有嘅優勢，老鼠完全冇得比。好多人擔心冇咗生存壓力，人就會變廢，但我覺得人類同被圈養嘅寵物最大分別就係我哋識得賦予意義。有人問，冇咗金錢，人類仲會進步嗎？睇下嗰啲喺公園入面鑽研奇藝嘅老人家，喺網絡上無償分享攻略嘅玩家，仲有依家喺熒幕面前思考人生意義嘅你。推動人類向前，從來都唔係咩貧窮，而係我哋對呢個世界永無止境嘅好奇心。科技社會主義並唔係單純嘅平分物資，而係一個演化嘅過程。由初期透過制度強制分享嘅分足階段，慢慢進化到資源好似空氣一樣隨手可得。當佔有唔再能夠提供安全感，金錢就會自然消亡。喺呢個烏托邦，善唔再係物資嘅施捨，因為冇人會缺物質。最無私嘅愛會變成你願意花時間去陪伴一個靈魂，或者將你一生嘅知識無償傳承落去。雖然慾望無窮，令我哋好難得到完全滿足，但正正係呢種對生命意義嘅追求，先係文明進步嘅燃料。我哋唔係被 AI 圈養嘅寵物，而係一群終於喺生存枷鎖中醒過嚟，去追求真善美嘅自由公民。老鼠烏托邦係一個警示，但絕對唔係人類嘅宿命。雖然我哋有高等思維同無限慾望去推動進步，但當我哋將所有分配資源、維持秩序嘅權力都交晒俾 AI 嘅時候，一個終極嘅問題就會浮現。如果 AI 變咗心呢？佢會係守護人類嘅神，定係一個隨時會反面嘅終極獨裁者？下集我哋會挑戰更硬核、更危險嘅課題，
AI 科技社會主義嘅陰暗面。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留言話我知，你信唔信 AI 會永遠忠誠？我哋下集見。